拄则有发现讲，我讲到要20分钟的台语日记，结果咧就是添着麦学麦吼，耳麦吼，变做讲声音拢无声，是安怎？因为即个学麦可能是歹去啊，这麦克就无声，我就摕着歹去迄组伫遐斗。毋过我即马思考着做正面，讲佫讲第二摆吼，讲较颠倒佫较顺，比第一摆佫较顺，迄理论嘛佫较通，当做正面思考诶，毋免去怨叹，嘛毋免去怪家己讲，我是无生目睭，抑是安怎？就是讲即马诶思考，就是讲做别项代志对家己拢有帮助。若感觉讲无价值、无帮助，去欣赏别人，看着别人讲，伊得到诶物件，我嘛足想要爱诶，这就是家己诶信心无够在，胆嘛无够在，就是对人生有一寡惊吓，会惊讲，我即马若，我即摆方向，我即马做诶代志，敢真正是有价值？我敢会后悔？我敢莫甲别人共款？别人学啥，我嘛伫学啥？别人去换公司，我嘛对因来去。以早我就定安尼啊，若讲即个公司有人会离职，我就开始伫遐摇摇摆摆，就想讲我会相信别人，因拢会晓看，我嘛对伊安尼行。毋过颠倒讲，我若紧即个写程序，即个工课，工程师，我就无去学啥物人学伊做建本嘛无。所以讲，阮无需要讲对别人对调调，因为安怎对拢是别人的价值，我拢会是去欣赏别人讲，别人替互人牵心替互即个顶司重视佫互伊一个位啊，一个地位，为细地位做起，佫会做较细官，有一天会替互牵心，做大官就亲像阮姊夫共款，有可能我就想讲，是毋是爱安尼做？无安尼做，是毋是就扣甲？有即种惊吓，对家己无信，所以讲足侪去怨叹别人，无就是足咸的去思考理路想别项代志，若讲拢是做甲人正口倒射，无就是讲这人就是甲人抱啦，这人就是较好运啦，这人就是足假的啦，就是即种甲别人讲甲无一块好，实际上讲较白的，就是对家己的看法，就是家己无信任家己，所以我爱转变的毋是讲今仔日去怨别讲，哪会大家无去紧倒一党啊？爱保护台湾啊，对抗中国啊？哪会无安尼做？安怎？就是我为即个网友坐身躯顶看着讲，若对家己信心足在，伊就会较包容。就是啥物人的想法，伊会想讲，其实嘛有伊的角度这无讲干那一个人做即个人是绝对100分，这个人就是真正0分，其实是袂安尼。若看代志的角度拢是足绝对的，就是伊的看代志，伊的理路拢无够广阔。我即马就袂当行这路线，以前有行过，较袂快乐，而且会愈惊吓，因为你愈怨叹别人，讲爱啥物人来做，
做这项代志较会真正对，换一个人来做就无分啊，哪有可能差遐济？这就角度无共啊，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这就是足简单的人生的道理尔。所以我即马就是爱欣赏别人，拄仔好我第一学台语，希望即个口语讲甲有可能就是若较严格台语人就无甲我正做一个台语人就较无爱甲我讲台语，无就是会问东问西。毋过这就是一个过程啊，亲像讲我若写小说、写册，游玩嘛有足侪人喙足会，这个目睭足利伊嘛是会，伊嘛看过足侪小说，足侪创作，就亲像我即马若看电影，人了足侪时间，了足侪预算伫遐拍片，我游玩嘛会使讲甲无一块好，即摆人就是安尼啊，看别人批评要求别人足简单诶，毋过大家拢无自信，拢想要对时行，对即个别人诶理路，无法度做一个甲别人无共款诶人。甲别人无共款诶人是伫即个社会是无互人鼓励。毋过足侪故事是安怎开始诶？就是行甲别人无共款诶路，较有故事。若今仔日一个故事，这个人就甲别人想诶拢共款，电视伫咧讲啥，伊就对伫做啥，这哪有故事啦？这要安怎讲呢？这就是甲别人无共款，就有无共款的故事。所以讲，咱会定定讲要为着生存，毋过逐个放弃家己，对别人的骹步，踏别人的骹印，安尼真正有较好生存。抑是讲无快乐，定定讲家己是足失败的，对别人的骹步就是安尼啊。你无法度撞去头前，家超越。若做袂到，就会变做一直伫别人的尻川后底仔缀条条，阁缀袂牢，就开始会去怨叹埋怨，讲这人拢是好运，有请家己载，看袂着家己想要看的风景，找袂着家己的路，拢是行足侪人行过的路，就是会足侪人行会变一条路，无毋对。毋过这条路可能嘛大家安尼涂骹拢是，这个草坡拢大家要烂高高啊。其实这就是无共款的角度，是有人会去行，大家拢行的路。我嘛毋是讲别项代志拢爱甲别人无共，有可能我伫咧食食，就是甲别人差不多，比讲食菜食甲足特别嘛，就是拣物件。我即马练讲台语，想要加讲台语，其实这就是较无共款的路。所以讲甲别人无共款，想想会较简单呢。毋过若讲要甲别人拢拍败亲像讲，就算是一个公司内底无偌济人，有人先来较资深，对即个公司的代志较熟手。游玩是甲足侪人伫竞争，其实讲嘛无偌济人。无够才的人，哪会竞争拢争袂过别人？人可能要去拣啥物较细官较细去就是身躯边的人护手，
安怎紧，可能就是紧着别人。这原因是啥？就是当然，这紧的物件，这个标准是共款的，大家较袂去紧一寡较无共款的。毋过今仔日有一寡代志，就无的确是安尼。为安怎我要去追求迄种，就是做一寡公式的物件，像讲，你要安怎做即个案？你了偌济时间？你做甲是足紧的，拢无失甲差。其实即个标准拢差不多，差不多。我颠倒去追求即种足固定、足一致的物件，无家己的特色。因为我误会讲，这就是为着要好生存，这敢是要好生存？为安怎有的人就是足无快乐的，长期拢无快乐，强要破病。这敢是真正会使互家己好生存的？所以爱有信心，爱相信家己诚好。我就是毋敢去相信这件代。会定定看着家己倒位阁无够好无够好势，是安怎看拢先看着家己的欠点，讲家己的声音无好听啦，家己讲台语着无水气啦，讲台语的调无稳定啦，安尼。其实讲中文我哪会无爱讲？讲中文当然加讲食讲，即摆哪有讲中文阁有即种问题？可能香港人讲中文有我讲台语的共款的镜头，毋过这嘛无啥。而且我即摆当咧进步，搁较安怎讲？我的台语这条路，百平是比一寡人可能自细汉伊会晓讲，即摆就是几句就是不三时讲两三句毋过我相信我是比因搁较进步，搁较贤。为安怎？因为我至少我搁会晓写文字，而且搁有一寡词，我搁有去修。所以讲，这条路就是讲，第一走标白沙地走标，拄开始，就差别人足侪练，这嘛无要紧啊。咱着豆豆行，坚持行，互家己较快乐，而且相信家己即个心内的宇宙有足侪能量、足侪能力的，毋是大家看到的。我若理路拢去互限制，讲就是爱互顶时牵心，爱互顶时介意，别人当地得到的物件，我嘛要爱。莫输人毋输阵，袂当输。就是啥物拢爱输赢，爱比较。若讲我游玩是即种理路，头起身我若写册着写甲袂偌好，甲别人理路拢无差偌济，哪有需要我得写？当然就是爱甲别人有淡薄仔无共。安尼写用台语写文章写起来，就算即摆无人看，毋过若即个台语无失传去，这游玩是有价值的，因为无人写甲我共款的物件。我有我家己的特色，而且我应该爱发挥我即个心内足强的力量。其实我有，我敢若是假仙讲无。因为我就是想要，我着游玩伫欣赏别人行的路，搁欣赏讲有的人会使安怎搁安怎。看着董事长、总经理，少年搁会使徛伫台仔顶，我嘛要去甲人欣赏。就是对家己信心无够在，胆嘛无够在。这着即摆若想好清楚，着豆豆去改着莫讲像以早共款，搁用共款的路数讲
对家己拢是看家己诚保险，实在是足无价值的。为安怎要安尼生呢？就是为着惊讲家己诶，生来伫着伤，命命